新城要理問答，粵語36到52。問題36，我們怎樣看待聖靈？答：他是上帝，與父和子共存到永遠，並且上帝信實地將他賜給一切相信的人。問題37，聖靈如何幫助我們？答：他是上帝，與父和子共存到永遠，並且上帝信實地將他賜給一切相信的人。問題38，什麼是禱告？答：禱告是以認罪、祈求、讚美和感恩向上帝傾心吐意。問題39，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來禱告？答：帶住愛、忍耐和感恩，謙卑順服上帝的旨意，知道因住基督的緣故，他總是聽我們禱告。問題40，我們應該如何禱告？答：整本聖經都在指導和啟發我們該如何禱告，包括主耶穌也親自教我們如何禱告。問題41，主禱文是什麼？答：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，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因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問題42，要怎麼讀和聽上帝的話？答：帶住熱忱，預備和禱告來讀和聽上帝的話，使我們能以信心來領受他的話，將他的話存留在心裏，並在生活中實踐出來。問題43，什麼是聖禮或禮儀？答：上帝所賜和基督所設立的聖禮或禮儀，即洗禮和聖餐，是我們這個因住他的死和復活而聯合的信仰群體可見的標誌和印記。借住我們使用這些聖禮，聖靈更充分地宣告和印證福音的應許。問題44，什麼是洗禮？答：洗禮是奉父、子、聖靈的名用水施洗，它表明和確認我們歸入基督，我們被洗去罪愆，並委身於主和他的教會。問題45，洗禮本身能除罪嗎？答：不能，唯有基督的血和聖靈的更新能使我們脫離罪惡。問題46，什麼是聖餐？答：基督吩咐所有基督徒存住感恩的心吃他的餅，喝他的杯，以紀念他和他的死。聖餐是慶祝上帝在我們中間，使我們與上帝與彼此相交，餵養和滋補我們的靈魂。他也預示住有一天我們要和基督一起在他父的國裏吃喝。問題47，聖餐是基督救贖工作的補充嗎？答：不是，基督只一次將自己獻上，就把這事成全了。聖餐是了紀念基督的救贖之約，它能增強我們的信心，使我們仰望他，也預表將來的筵席。但那些帶住不悔改的心領受的人，將招致審判。問題48，什麼是教會？答：教會是上帝自己揀選和保守，要得永生的一群人，他們因住信聯合在一起，愛上帝，跟隨他，效法他，敬拜他。上帝差遣這一群人傳揚福音，並借住他們群體生活的特徵和對彼此的愛來預表基督的國度。問題49，基督如今在哪裏？答：基督借住身體復活，戰勝了罪和死亡，使一切信他的活住的時候得新生，死後得永生。正如我們有一天要復活，這個世界有一天也要復原，但那些不信基督的人復活後要面臨永死。問題50，基督復活對我們意味着什麼？答：基督的身體在死後第3天從墳墓中復活，如今坐在父的右邊，統管他的國度，並我們代求，直等到他再來審判和更新整個世界。問題51，基督升天對我們有什麼益處？答：基督的身體升到天上，是了我們，
正如他道成肉身來到地上是了我們一樣。他如今在他父的面前，我們代求，我們預備地方，並差遣他的靈到我們這裏來。問題52：永生帶給我們怎樣的盼望？答：他提醒我們，眼前這個墮落的世界並不是事實的全部。很快，我們將在新天新地、新耶路撒冷與上帝同住，以他樂，直到永遠。這裏永不再有任何罪的轄制。我們要帶住更新復活後的身體，住在更新復原後的世界中。